Hello，大家好，我係主張可以唔掹就唔掹，有時間有 face 嘅整體醫生張瑤。喺日常節診入邊呢，我發現好多嘅家長對小朋友嘅早期矯正嘅認識有啲錯誤喎。咁呢啲錯誤嘅觀念，好可能會令到我哋小朋友嘅口腔甚至係頜面嘅發育問題會變得越嚟越嚴重。今日呢，我哋就一齊嚟盤點下60%嘅家長都會陷入嘅誤區。第一個誤區，牙齒未換完唔可以矯正。好多家長認為呢，小朋友只有換完牙先至可以開始箍牙。咁呢個觀念呢，並唔係完全啱嘅。早期矯正呢，喺乳牙期同埋剃牙期就可以進行。呢兩個時期呢，可以及時矯正牙齒嘅排列問題，引導頜骨嘅正常發育。錯過呢個最佳時機呢，好可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或者更加之複雜嘅治療，甚至可能需要整合手術。誤區之二，早期矯正會影響小朋友嘅身高發育。有啲家長擔心呢，喺箍牙期間呢，飲食會受到好多嘅禁忌，進而影響到小朋友發育。但實際上呢，牙齒矯正呢，對於飲食冇絕對嘅禁忌喎，關鍵係要注意正確嘅飲食方式。相反，矯正之後呢，原本因為牙齒咬合等問題導致嘅口腔疾病，亦都會得到改善。美觀嘅牙齒呢，亦都會令到我哋小朋友呢更加之自信，反而更加有利於佢哋嘅身心健康。第三個誤區，早期矯正係一勞永逸嘅。早期矯正其實並唔係一勞永逸嘅喎。比如有啲小朋友換晒牙之後呢，可能需要進一步調整恆牙，但呢個並唔意味住早期矯正係冇效果嘅。相反，早期矯正可以令到我哋面部頜骨正常發育，降低咗後期矯正嘅難度，特別係有可能會減少我哋掹出健康牙嘅概率。第四個誤區，箍牙只係為咗排齊牙齒，實際呢，排齊牙齒只係我哋其中一個手段同埋目標，更加之重要嘅呢係解決功能性嘅問題，比如頜骨問題啊、關節問題啊、肌肉問題啊等等，目的係令到我哋成個口腔系統回歸自然，達到健康美。兒童嘅早期矯治呢，係促進我哋小朋友未來健康發展嘅有效投資嘅。希望呢個視頻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加好嘅了解早期矯治。好嘅，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我係正畸生張瑤，喺方案設計上邊，我哋會通過面型、氣道、肌肉、體脂、關節、時間、頜骨、生理、牙列、牙體、牙周嘅10個維度嘅綜合分析。我哋相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我哋喺呢個基礎上，通過團隊嘅精細分工，喺每個流程細節上面做到極致，幫助大家回歸健康，重拾視野美。有咩疑問可以隨時問我哋。多謝大家。